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早上好。我们开始敬拜之前，我们先低头一起做一个祷告，静心去准备我们的信主敬拜时。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生命，美好的礼拜天，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里面去跟你在一起。感谢你，你在这里，你在我们的心中，神啊，我们现在要放下一切的残累，单单的到你面前，神啊，求你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别无所求，我们所寻求的不要是你，神啊。求你原谅我们以下的整个礼拜，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字。大家起立。主
谢你，你的圣灵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对你国度威严的荣耀，更多更多。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你就在这里，你就在这个店里面，跟我们一起，是那主你带领着我们每一步，无论我们人生经历什么困难，因为我们与你同行，因为你抓住我们的手，因为我们有你的应许，所以我们不会害怕，我们要单单爱慕你。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生命唯一所需要的，神啊，我们要就跟你跟前，我们要渴慕你、爱慕你，神啊，求你从今天起，让我们生活每一个决定、走的每一步路，都是跟随着你的旨意，神啊，求你亲自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也让我们眼睛不要闭起来，要看见你，神啊，我们要用一生去追求你。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首先，我们要快读的这段圣经是记载在旧约申命记第15章第12节，我们要到18节，请各位弟兄跟我一起来念。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鹤场、酒场中多多地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有罪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和好。你就要拿锤子将他的多在门上刺透，也变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在府里也要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违为难事，因他侍奉你6年。”叫比雇工的工价都加1倍，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上赐福给你。接下来我们要念的第2段圣经节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3书，我们要从第1节念到第10节，也请各位弟兄跟我一起来念。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隐，就是我切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证实了。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亲爱的兄弟啊，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义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样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求，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们曾月月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非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网论我们。我们不以此为主，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为神见过神。因为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们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好快来见你。我们就当写谈论，愿你平安。众人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信你问候正会。这是我们要来正道。今天我们要正道题目是，其中第一大的是爱，要经营。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正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谢谢上帝，让我们早上可以一同在这里敬拜上帝。上帝说：“你们要用什么来朝见我？”早上我提出几个圣经节，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在箴言第18章的16节这样说：“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的面前。”我们敬拜上帝，要用什么东西到他的面前？圣经说我们要带礼物来。我们要带什么礼物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世界上的一切物质。他说，在你的面前，你有什么，将你所喜爱的，就带到上帝的面前来献给他。诗篇139篇的第10节，圣经这样讲：就在那里，上帝的手必引导你，你的右手也必引导我。当你带礼物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说：“我就用在那个地方，我就用我的右手带你，引导你，用我的右手来带你走前面的路。”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什么东西到上帝的面前呢？在圣诗376首的里面，有一首诗这样讲：学问的人带知识来，有钱的人可以带金钱来，有力量的人可以带你的力量来服侍，有感恩的人就将你的感恩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样的礼物，上帝会喜欢，上帝也会悦纳，同时也会引导你走正义的路。现在先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谢谢你早上容许我们软弱的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的父神啊，这个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能以谦卑恭敬的心态，成为我们的礼物来朝见你。求你悦纳我们现在的服事与敬拜，愿你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首先除去我们一周以来所有的得罪你，请你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可以成为圣洁的祭物，好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蒙受你的悦纳。同时也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灵，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粮食，保持我们的心灵。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基督教就是以爱成为我们的生活中心。基督教的爱同时在解释我们的信仰。爱是我们行为的中心，可是爱也是我们的信仰，所以用爱来解释这个信仰，也可以这样讲。所以基督徒就应该要成为一个商人，就是做生意的人，或者是一个企业家，他要把他的工厂或者是他的事业给他经营到有声有色。基督徒同样的，爱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把它经营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时候，这个爱等于就没有。所以换句话说，基督徒如果不想经营我们的爱的时候，同样也不配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要经营爱，就是应该努力来进行。教会如果没有爱，
或者是教会对爱没有什么意爱的时候，我想那个教会就不成为教会，那个基督徒也不成为基督徒。有人说什么叫天堂？有人说什么叫做地狱？地狱跟天堂只是一墙之隔。不过那个隔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说很简单？就是那个里面如果有爱，那就是天堂；如果里面没有爱，那就是地狱。所以基督徒在经营爱的时候，就是在爱我，成为爱的当中的一个人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人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爱的甜蜜。我常常这样想，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生在以色列？不能降生在更大的地方吗？美国也可以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啊。为什么偏偏要降生在以色列当中？有人说，因为他降生以后就是成为以色列人嘛，所以既然是同胞，也是降生在我们自己的同胞里面，同胞要接受他比较容易，常常都是这样想哦。很多人说，因为他要成为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可以接纳他，然后才可以把这个福音这样传出去。你想这样对吗？可能对，可是是不尽然的。因为耶稣降临在以色列，我相信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爱从本身做起。你自己，你的以色列人没有爱的时候，怎么可以把爱传到其他的地方呢？所以圣经这样讲的话，就是同时在告诉我们，爱就是要从我们自己的身边来做起，从自己做起，然后让四周围的人可以感受到这个爱。早上我们读了一个圣经，叫做约翰3书，我们从第1节到14节，我们都把它读完。我们也知道约翰3书是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所写的。他在圣经里面有写约翰福音书这个约翰福音书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一生，他的所作所为在地上。可是到约翰1、2、3书的时候，所说的就不一样。他所说的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要以什么态度来接受这个爱，以什么态度来把这个爱然后给他传出去。所以约翰是被称为爱的门徒。这个爱的门徒对爱特别有深刻的感受。他在他的一生当中成为门徒以后，他真的是对这个爱非常的有感受。所以在这个感受当中他要告诉我们，这个爱对我们多么重要，这个爱对大家有多么重要。然后我们如果把它放在旁边的话，这个爱成为废物。所以约翰就是告诉我们，既然爱对我们是那么重要，世界上第一大的就是爱。既然是这么重要，我们就必须把它经营好，把它弄得好好的、整整齐齐的，这样才能荣耀上帝。在早上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特别约翰告诉我们要认真来营造、经营这个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他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约翰3书里面告诉我们，对爱有2种人。第一种人就是爱的实行者，就是将这个爱从我们的身上实行出去。还有一种人，他就是变成爱的绊脚石。所以约翰他就是在这个约翰3书里面，就特别告诉我们，
我们不应该让爱成为绊脚石，而且不应该从我们的身上发生这个绊脚石。约翰三书里面他所说的这两种人，其中有3个人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要经营爱，必须要有2种态度。第一种态度就是从爱心里面表达出来，第二种就是爱心不是用说的，爱心就是必须要以行动来表现出来。换句话说，是爱要从行为表现到某一个人当中，让人家可以去感受到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吗？如果你说有爱，可是没有什么实习的话，它会变成什么呢？它会变成鸣的锣，或者是响的喇叭。这样的爱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爱对人也没有什么帮助，对自己更没有好处。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把爱经营好，对自己有益处，对其他的人就会有帮助。所以约翰三书里面，约翰特别提到3个人，他要我们从这3个人里面去学习，而且也从这3个里面得到一个警惕。希望我们做哪一种人？圣经里面约翰告诉我们3个人，这3个人，第一个人叫做该犹。当然好像是应该有，没有应该有的就要有，好像是这个样。其实这个该犹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该犹，约翰说他是一个经营爱，而且是有爱的行动的人。那么我们如果从在第1节到4节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按着真理而行的人，按照真理而行的人。这个就是约翰对他的一个评价，他是一个真真实实在按真理来行的人。在教会里面，人从他的行为当中感受到温暖，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喜乐，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切的好。所以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这个该犹他在经营爱，他怎么经营呢？他就是按着真理来行的人，也就是说，他是实实在在按照上帝所喜欢的，按照上帝所交托的来行，把爱表现出来。这个该犹，他不是以他的心情来表现他的爱。我今天对你好，我今天对你有良好的印象，所以我就对你好。该犹不是，该犹是按着真理来行的人。这种按照上帝真理的爱待人的，圣经告诉我们，众人都钦佩他。这样的人不只是上帝喜欢，很多人都会敬佩他。同时呢，他也是得到上帝祝福以及享受安乐的人。该犹就是这样的做。所以如果我们成为一个该犹，我们也必定会被人家所尊重。第2个人，他告诉我们是丢特辉。这个丢特辉跟该犹是同一个教会，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生活的人。可是这个人，约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爱的绊脚石。他不只是没有爱去爱护别人，反而是把这个爱变成一种绊脚石，让人在爱的当中来成为跌倒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本来是应该有爱表现出来的人，结果呢，他竟然是变成一个绊脚石。
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绊脚石绊在哪里呢？他说他是喜欢站在高位的人，他是喜欢成为一个教会中的巨人，也就是说，他常常是说给人家做，叫人家做什么，自己不去动手。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丢特会。他不是像耶稣所说的话，你们要为所的人，就应该成为谦卑，成为众人的仆人。他不是，他是变成一个主人，而且只是命令人家去做事情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只为了证明自己的学问，为了证明自己的信仰，他就站在高处上面，只有批评，没有安慰，只有批评，没有勉励。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在教会当中，不只是不接待人家，同时也没有办法表现他对人家的这种关心。所以约翰说，这个人就是爱的绊脚石，把一个教会好好的弄成东倒西歪。约翰告诉我们，这种绊脚石我们不要做，我们应该要去好好的经营，以爱来作为真理的人。第三个人，他说是低米丢，这个低米丢同样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这个人呢，圣经指示他说，他就是一个在教会当中，在经营爱的人。这个经营者，当这个丢特会的事件产生之后，这个低米丢呢就站出来。他站出来做什么事情呢？他站出来，台语说播报帮。播报帮意思就是一个捕鱼的人，他带着他的网子到外面去捕鱼，回来以后多多少少都会有破洞。这个低米丢就是站出来把这个破洞，然后给它补好，希望没有一个漏网之鱼都可以在教会上面得到上帝的恩爱。这个就是低米丢最好的好处。所以我们看到魔鬼虽然是利用到丢特会，可是耶稣是兴起了低米丢来协助教会，让教会里面所有的破亡，让他重新修补好。那个修止破洞的人，这个人当然被上帝所接纳，当然也被众人所敬仰。这个低米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播报帮捕到了什么东西。圣经里面有说到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人被3个方面的人来称赞他。第一个方面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为他做见证。这个低米丢，他的为人，他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狮子指母头，这个是赞。最好的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是最值得敬仰的人，连约翰本身都这样期待说我很期待快会见到他。这个就在约翰3书第11节到14节所说的，约翰本身都很希望快可以见到他，那我们就可以证明他真的是一个在播报帮的人，他真的是在经营爱的人。所以约翰要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的行为值得大家去学习的。第二，
圣经告诉我们，真理也为他做见证。这个低米丢的好，破网的时候，不仅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为他做见证，现在是连真理都为他做见证。可是我们要知道了，什么叫做真理？有人说，耶稣跟圣灵就是真理，没有错，耶稣是真理。而圣灵也是真灵真理之灵。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明白，这个低米丢他是一个按照真理的人。可是，我们如果这样讲的话，好像也有一点不太周全了，因为这个太抽象了到底是怎么样，确实是怎么样？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按照真理所存在的，然后把那个真理表现出来，这个才是实在。就等于就是说，他有行为，把这个行为弄出来，这个才是好。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要享用的中餐，谁负责的呢？青年团契。今年就是他中午为我们来预备这个中餐，这个不是按照真理来行吗？这个爱心就在上帝的面前里面要得到上帝的悦纳。我们常常讲，在教会里面要表现爱的地方很多，比如来讲几个月前叶长老。就带着我跟那个严长老去寻找我们要灵修的地方。叶长老开一天的车子嘞，我们也这样找了很多，这个都是一种爱心的表现，这个才是真确看得见表现出来的，这个就是上帝所喜要的，也就是约翰所告诉我们，就是按照真理而行的人，愿上帝祝福。第三，就蒙受恩典恩惠的人对他的见证，也就是说，有人从这个低米丢身上得到的东西，他为他来做见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时因为要传福音的事情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可是来来往往的人，就是跟这个低米丢接触了很多之后，他对这个人所发出来的感想，他这个人真正的是一个爱的经营者，把这个爱实实在在的表现出来。一个愿意经营爱的人，大概有人说为什么要经营爱？保罗说，会经营爱的人大概都要有一个心，什么心？叫做欠缺的心，亏欠的心。一个人当他有亏欠的时候，他才会表达出那一种愿意去服侍人，愿意去爱人。比方说，有父母对子女不太好，可是呢，到将来以后，他自己觉得说，我不应该对孩子做这样的事，对，所以他会有一种补偿的那种行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经营爱的人，大概在心里面首先应该存着一种心态，就是我好像对某某事、对某某人有那一种欠缺的心，好像保罗写信给腓利门，说腓利门你要接待你的仆人欧尼西姆回到你自己。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呢？因为你对我有欠缺，我对你也有亏欠，所以我对你有亏欠，
我愿意补偿。那你对我有亏欠，你也应该听听我的谏言，希望你可以接纳你的仆人回到你的面前。保罗为什么用亏欠的心来形容这一件事情？到底他有什么亏欠，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的确的知道，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亏欠的时候，他会有补偿的这种行为跑出来。如果我们想一想，他到底对哪一个人有什么亏欠的时候，他会表现在什么地方？常常我们会发现，在一个人在有意无意之中，常常会有一点欠缺了哈，或者是缺失。这个缺失就变成一种亏欠的心。这样讲，也许早上我看到你，跟你打个招呼，好像就是我没有亏欠。可是我看到你，你看到我没有跟我打个招呼，这个也好像是一种亏欠。如果你有一个问好的声音，有一种微笑的时候，我想这个是非常的好，就是没有一种亏欠。如果你看到我，我看到你，连说一句话，请一个安都没有的时候，台湾话叫做什么东西啊？叫做激塞，叫激塞面。看到我竟然没有回一个笑，说一句话，好像你是拽的10万8千的这样的人，这种叫做激塞，就是瞧不起人的那一种样式。约翰告诉我们不要这样，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你我都存着这种亏欠的心的时候，你就应该会有一种表达出来。这个表达，微笑也好，讲个话也好，请个安也好，这些事情都是在经营这个爱的一种表现。在中世纪里面有一个众人所公认的圣人，他的名字叫做 Francis。他的信仰，他的行为，在当时来说是没有一点点缺点的人。他一生行善无数，他在临终的时候，竟然向所有认识的人跟不认识的人道歉。他怎么道歉呢？竟然凡所有来看他的人，他对他道歉。认识他也好，不认识他也好，他都是向他道歉。在他道歉的当中，他的文字是这样讲：在我一生的岁月里，一定有很多地方对不起大家。今天我就向各位道歉。之后又对自己的身体道歉。他对自己的身体怎么道歉呢？他这样讲：在世上的日子，我只顾忙于自己的工作，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以至于本该可以活得久一点的我，竟然因为某某事情而损坏到我的身体的健康，才病重到如此，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身体道歉。可见，唯有亏欠的心，我们才会认真的来对待爱，来认真去经营爱。我想大家都承认，哥伦布他发现这个新大陆，在历史上，我想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可是曾经有一次，这个哥伦布在一个宴会上面坐在一起，大家在吃饭。
在吃饭的同桌当中，有一个人竟然这样说：发现新大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你的运气比大家好一点而已。所以，就是因为你的运气比大家好，凑巧让你遇到。当然，哥伦布听到这样的话之后，他很谦卑的回答说：“没有错，我这样做不足以挂齿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惊讶的事情，没有错。”他自己这样承认。后来在宴会当中，吃到一半，服务生端了一盘那个鸡蛋，每一个人一颗就在这个吃饭的当中，哥伦布就跟大家说：“各位，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这个鸡蛋竖起来，让它站立，好不好？我们大家来做。”结果大家都没有办法做啊，你放上就倒下来，放了就倒下来。然后哥伦布就拿起来，敲一敲，让那个鸡蛋让它稍微凹进去，然后就给它竖起来。这样一竖就站起来，大家都没有想到，竟然可以敲一个小小的凹洞，就可以让这个鸡蛋这样竖起来。这个时候，哥伦布就跟大家说，要树立蛋的方法，说穿了，连小孩子都可以，可是大人竟然没有想到。所以，其实发现新大陆，是同样的道理啊。只要能先发现，只要你可以去行动，那你就可以完成。那个时候，同桌的人，大家听了这样的话，大家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个道理同样的是告诉我们，经营营造爱的上面，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营造它。如果你会营造它的话，会使人快乐，会叫人家得到温暖，得到安慰。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我们才需要营造这个爱，因为它是最大的。早上我们读的旧约圣经《申命记》第15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说到一个营造爱的这个上面，他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肯经营它，